阿爸叛逆的弟弟。阿爸问我是谁，我是你的后生啊。阿爸讲伊要转去住德光厝，我讲德光厝已经拆掉去啊啦。阿爸咧找阮兜的古井，我讲咱兜已经牵水倒水啊。阿爸问我是谁，我是你的大汉后生啊。阿爸讲伊腹肚枵，要食饭。我讲你拄才食饱尔。阿爸问我是谁，我是你的后生昌敏啊。阿爸问我今仔日哪会无去读册，我即摆休寒啦。阿爸问我是谁，我问阿爸我是谁，伊讲我是昌敏是无？我讲对，我是昌敏，我是你的大汉后生昌敏。